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形容一个人足善足善，有一个词讲是小鸡落肉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鸡，鸡肉的鸡，读过一鸡第一条。古早大字字典解说鸡是皮肤的意思，所以咱讲肌肤。毛一个词讲是小鸡落肉，意思就是讲一个人足善足善，所以这个鸡嘛有肉的意思。鸡嘛当讲是咱人的身躯，咱讲是机体。古早大字字典嘛写到有肌肉这个词，嘛有人读做筋肉或者是筋肉，又是咱咧讲的 muscle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肌肤，意思就是皮肤甲筋肉。混化来讲，嘛当形容一个人的身体、体力也阁有气色。第二个词读做肌香小细，嘛有人读做肌香小细，意思是形容一个人身材细粒子、线条阁细发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伊本身就肌香小细，阁产肌落血，经过运动一段时间了后，若较有肌肤，体力嘛变较好，有影是散猛散有看板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肌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